传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50万亿美元，出生贫民窟的全球经济地下统治者，靠情报在几个小时内财产翻了2500倍。观众朋友，2021年1月17日，各大媒体爆出了一条对金融界绝对是重磅的巨大消息：罗斯柴尔德集团董事会主席本杰明·戴·罗斯柴尔德在1月15日这一天突然去世，终年57岁。巴黎人报援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消息报道说，阿丽亚娜·戴·罗斯柴尔德及他们的女儿们悲痛地宣布，本杰明·戴·罗斯柴尔德因心脏病发作谢世于普雷尼尚培西家中，并声称近期将在家庭范围内举行罗斯柴尔德的葬礼。本杰明生于1963年7月30日，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7代后人，法国银行家。他从1997年起担任埃德蒙·罗斯柴尔德集团董事会的主席。中国人可能对他的了解还不是太多，大概也就知道他的身家约50亿美元，持大量的 Facebook 股份。人们口中常提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代表整个家族对外的就是罗斯柴尔德集团董事会，董事会主席也就算是家族的代表了。不过，本杰明也不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7代掌门人，因为他爷爷的缘故。如今，家族的第7代掌门人是38岁的亚历山大·罗斯柴尔德。传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50万亿美元，与那些公开筹集资金，从而财富公开的股份制公司不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是靠着私人资金做生意的私人企业，加上家族已承传了数世代，开枝散叶，人员众多，计算起来无比的繁琐，因此外界无法知道这个家族到底拥有多少财富。不过，外界知道这个家族曾经主宰了欧洲和美洲金融世界长达200年。除当代欧洲的5大强国之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被称之为第6帝国，也是目前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金融商业集团。在最鼎盛的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财富几乎是世界财富总数的1半。2015年有报道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50万亿美元的资产，也就是5的后面加上了13个零。50万亿美元是多少呢？美国和中国两国之间2014年度的财政预算相加起来的总和大约是620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财富足够养活世界2大人口大国的人民7到8年之久。如果将50万亿美元平均地分给地球上的70亿人口，每个人均可获得7000多美元。然而，你能想到吗？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家族却发源于一个德国的贫民窟，出生贫民窟的全球经济地下统治者。传说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在过去的历史上是没有他的名册的。这个家族的创始人麦克·阿姆谢尔在决定建立家谱的时候，是看到了自家门上的红色的门牌时想到了这个名字。这个红色门牌上写的字是罗斯柴尔德，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红色的盾牌。于是他决定给自己一个全名：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迈尔生于1743年，来自德国法兰克福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地区。他曾在银行学习金融业务，并眼光独到地发现货币具有非常好的收藏价值，与货币相关的交易也将会是一门很好的生意。于是他创立了家族的第1个公司，专门从事货币兑换、古董和古钱生意的买卖。不久迈尔七拐八绕地认识了德国黑森国国王的未来继承人之一的威廉伯爵。因为威廉伯爵特别喜欢收集古币，迈尔为了讨好他，不惜将自己收藏的最珍贵的古币全数的卖给他，甚至不惜余力地帮他收集了古币。当然，也有人说他是把自己所有的珍贵的古币赠送给了这个威廉伯爵。在长期的交往中迈尔逐渐地让威廉伯爵对自己产生了信任感。黑森国国王过世后威廉伯爵自然地成为了新一代的国王，同时继承了大量的巨额遗产。迈尔也顺势成为了国王的御用金融管理人，就此奠定了家族财富的基础。老迈尔有5个儿子，其中老三纳森·迈尔·罗斯柴尔德是最早到国外发展的，也是最能干、最成功的一个。纳森1804年只身来到了英国经商，从棉布生意起家，
当时的欧洲动荡不安，大小战争不断，其中一部分的德国贵族呢也流亡到了英国。这里边呢就包括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往甚好的威廉伯爵。威廉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记着协助纳森在英国发展，并委托纳森购买了大量的英国债券，而这些债券呢又交给了纳森管理。纳森不仅将威廉伯爵的生意打点得井井有条，自己也同时做起了债券和股票的生意。每当有战争，他就贷款给需要经费的各个小国家，就是说靠着战争发了不少横财，渐渐地成为当时英国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巨头。纳森的成功激励了家族成员到欧洲各国拓展事业的野心，余下的4个兄弟也就先后的在德国、法国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以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开办了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业务，于是全球首家跨国银行出现了。靠情报，在几个小时内财产翻了2500倍。1815年，英国和法国爆发了滑铁卢战役，当时的战况相持不下，胜败难料。王室和银行家无不担心，万一英国输了，手上持有的国家债券会暴跌成厕所的纸。作为英国银行巨头的纳森，手上当然也持有大量的债券，但就在战情揭晓的一瞬间，他的一个决定不单在英国造成轰动，还彻底地翻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世与财富。怎么一回事呢？说的是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了滑铁卢的战役，双方恶斗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到了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差不多是定局了。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这一战况，他立即快马赶往布鲁塞尔，然后转赴奥斯坦德港。当罗斯伍兹跳上一艘必须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是深夜时分的英吉利海峡，风浪极高。在承诺付出2000法郎的船费后，罗斯伍德终于找到了一名水手，连夜帮他渡过海峡。当罗斯伍兹在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港岸时，纳森正亲自等待着他。纳森急速地打开信封，一目12行地看了一下内容，就赤马疾鞭直奔伦敦股票交易所。纳森走进交易所后，开始抛售手上的所有债券。这个举动吓坏了交易所里的所有人，断定银行巨头纳森一定得知了英国战败的消息，于是纷纷跟进，造成债券恐慌性的抛售，价格暴跌。经过几个小时的疯狂的抛出，英国公债自然成了一堆垃圾，票面的价值仅为5%。这个时候呢，纳森又委托代理人将所有的票券全数的买回，众人惊讶不已，半天都缓不过神来。不久呢，英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了，国债价格直线飙升，纳森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赚进了数千万英镑，是原有资产的2500倍。纳森在这一天赚的钱呢，超过了拿破仑和威灵顿几十年战争中所得财富的总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这么翻身一跃，成为当时全英国最大的金融商业集团。纳森甚至入股了英国最大的英格兰银行，成为最大的股东，拥有英国货币发行权和管理权，实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强国的金融体系。也就是说，罗斯柴尔德家族靠情报发家，这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直至今天，人们纷纷传言，他们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的深层政府中的最高权力掌控者。这也因为他们不光掌握着金钱，也掌控着秘密信息。早在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递系统。他们成立了数量庞大的秘密代理人机制，这些类似战略情报间谍的人被这个家族称为孩子们。这些孩子们被派驻到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交易和商业中心，使得各个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穿梭不息。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资讯网络的速度，令其他商业竞争对手更是难以望其项背。
滑铁卢一战使纳森一举成为英国最大的债权人，从而导致了英国今后的公债发行。英格兰银行也被纳森所控制。英国的公债就是所谓未来政府税收的凭证。英国人民缴纳的各种税负义务变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向全民变相的征税。从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快速的翻倍。到了1950年，民间各种消息都声称，这个家族的资产大概是全世界的一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绝招是手上持有巨额资金，掌握巨大的情报讯息，在必要的时刻快速进局，整盘端走。